朋友，今次我揾到個超正嘅充電寶，就係入得廚房出得廳堂，去旅行又好，去露營都好，樣靚又好用，就係黑魚超級蘑菇模塊化充電寶啦。你知啦，出嚟玩最驚拎住大嚿充電寶，好鬼論盡。但係呢款黑魚超級蘑菇模塊化，一嚿攞出去就係2萬毫安，輕輕鬆鬆，唔夠用就拍埋另外一嚿上去，即刻變成4萬毫安。一日露營咧，我就懶得帶戶外電源嘅，咁啊驚電唔夠用喎。有咗黑魚超級蘑菇，咩電腦啊、相機啊、風扇、露營燈啊，想充幾個都得。拍個無線充模塊上去就可以幫手機插電啦。拍個無線照明模塊上去，仲可以變支強力電筒添。你睇下幾光猛！除咗夠晒好用之餘，個款我都好中意。我呢隻係黑色版本，黑得嚟咧可以隱約睇到裏邊啲電芯。細細個芒咧，仲有埋電量啊、功率啊、溫度呢啲信息，科技感十足啦。套裝咧就送埋個收納袋俾你，細個裝埋袋輕鬆拎走。咁靚仔得嚟，仲要實用又方便嘅充電寶，出街露營日常都啱用，快啲去試下啦！